来继续来看彰化一个姓林的男子，5年前开始小连续啉酒来骑车，拒绝酒测，总共收到11张的罚单，罚款合起来爱90万。法务部执行署代念伊家境无好，本地是予伊分期付款。 但是，伊敢若纳2期4000块就袂阁纳咯。尾啊，这个执行署发现伊的太太做伊的保人户头有存款，所以为伊太太的户头，甲这个罚款连同执行的费用，总共91万外，全部扣除。这个做太太是真无奈哦，讲伊这个翁哦，就是讲袂听。我甲讲的，其实我袂晓讲啊。你有甲坑吼？ 林太太扣除被扣91万，真无奈，就是讲到因翁啉酒骑车又满腹的委屈。啊，恁无要安怎吼？啊，恁无，你就是拖到你食落我哪法度？姓林的查甫人为2015年起连续啉酒骑车拒绝酒测，总共收了11张的罚单，罚款总共90万。去年执行署要去查封这间厝的时，伊出来经济无好为理由，申请分期付款。 想不到伊敢若纳2期，总共4000块，就无买纳啊！这边署发现讲，当时做保证人的太太口座存款，所以讲点现公款令。查到他的太太呢，其实名下有大笔的存款，所以我们就去扣他太太的存款，那么一次就扣足了。他的罚款总金额是90万元，那么加上了执行必要费用，大概91万余元。你个假卖，你咪就爱你嘛，哪法度？无叫一件车袂晓，90几万嘛，值几年的。 啊，真够算啊！坐客车开钱啊，啉烧酒骑到唔免钱啊。做小生意真无简单，欠淡薄仔钱，想袂到因翁贪杯啉酒骑车，又搁无纳罚款，嘛害家己病情恶化入院，因太太嘛互伊拖累着，真正是歹劳累过，歹翁累某。